咦，有個萬人碰杯活動喎，食到薯薯聲我。愛斯8個8四粒，2個半一粒，仲可以望晒成個石岐街景，正到冇朋友啊！我作為一個喺灣區生活咗20幾年嘅香港人，東莞20年，中山5年，去過嘅商場都唔少，但係好似假日廣場呢種氛圍，真係目前中山先有啊！個商場最吸引我嘅就係好似一個博物館，呢度嘅鐘鼓凳同假日廣場老闆私人珍藏嘅相機、鐘鼓風扇，真係冇諗過會喺中山一個本土商場見到，仲有好多唔同概念嘅打卡位，之前拍片都介紹過唔少，除咗買嘢、食嘢同街坊傾偈，每次嚟到都有新驚喜啊！一段時間冇嚟過假日廣場啦，發現呢佢同金鷹商圈中間嗰排鐵欄呢，原來已經拆咗啦，而家行過對面非常之方便。咦，有個萬人碰杯活動喎，乜玩法呢？橫掂今日得閒，同班後生仔一齊湊下熱鬧先。耶！任務完成。原來完成任務咧，仲可以換杯嘢飲喎。不過條片出咗街之後咧，我相信呢個活動都已經完㗎啦。但係都叫做幫我留翻一個美好回憶啊！行到攰攰地揾啲嘢食下先。鵝梨市集，咦？咁多嘢食嘅呢邊而家？呢度有間日本新開嘅湯野屋喎，試下先，好似幾有特色。聽講老闆係香港人，喺香港都係做餐飲嘅。呢一間係佢喺中山第一間食店，主打日式湯底麻辣燙。今日我哋2個人點咗3樣嘢，呢個係明太子奶油烏冬。嗱，我就冇乜胃口啦，就叫咗個冷麵，有2個靚嘅溏心蛋。阿攝影師咧就大食啲，叫多一個柚子胡椒雞白湯麵。哇，個溏心蛋真係好正，俾我食剩半隻啦。好滑，試下啲麵先。夏天啱晒，好爽。你嗰個得唔得？好食，食到薯薯聲我。愛斯呢種風格真係唔錯喎。好食。前邊一系列嘅小食檔口都幾有特色喎。既然嚟到，睇下咩料先。本道先生。姐姐啊，你哋呢度食乜嘢啊？最主要係我哋係專門食三角生魚嘅。三角，中山嘅三角。係啊，哦，三角係。我哋呢度係自己養殖加工嘅魚。哦，咁呢個乜嘢金湯酸筍魚片係咪辣㗎？即係酸酸辣辣咁係嘛？酸酸辣辣好開胃嘅。好，咁試下呢個。好。OK 喎，都幾爽喎。來龍點心一定要試啊！姐姐燒賣，攝影師最中意食啊！8個8四粒，2個半一粒。由於假日廣場同金鷹商圈坐落石岐核心地段，所以好多香港朋友上嚟玩都中意住喺日行酒店，嗰度仲有直通巴來往香港中山。最近新開嘅5星級華邑酒店就喺萬象匯嗰度，呢2間酒店都係洲際旗下嘅。47樓嘅 lobby 嗰個無敵大景觀，仲可以望晒成個石岐街景，正到冇朋友啊！仲見到唔少香港朋友入住喎。平時我落親嚟石岐咧，都唔願意翻屋企㗎，尤其是嚟到假日廣場都可以喺呢度消磨大半日㗎，因為呢度真係有吃喝玩樂一站式齊晒。咁如果話假日廣場係中山文旅嘅第一站，大家同唔同意呢？留言話俾我知。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